肇慶鼎湖山。上次嚟鼎湖山已經係9個月之前啦，因為香港有朋友嚟探訪，所以今次同朋友又一齊嚟啦。今日嚟到鼎湖山嘅景區門前，唔知點解到處張燈結綵，氣氛好熱鬧，可能係春節同埋元宵節啦。喺門口見到一大堆學生，我哋估佢哋係週末嚟鼎湖山考察啦。但係見佢哋拉起橫幅，話2026年香港 DSE 考生全員金榜題名，好有趣喎。鼎湖山嘅門票正價每位70蚊，我哋60歲以上係半價35蚊。因為我有年票，全年都免費嘅。我老婆嘅年票咧已經過期，佢去查詢先至知道港澳同胞60歲以上免費。我老婆就冇帶回鄉證，用中山港澳居民居住證都照樣免費進入。據悉呢個政策係去年11月開始嘅，工作人員話呢個優惠政策會到今年4月30日嘅。呢種優惠對港澳長者而言真係喜訊啦。入完之後，為咗慳時間慳腳骨力，我哋買觀光車票，坐車上山，每位20蚊。可以喺幾個站自由上落嘅，包括避暑山莊站、寶鼎園站、蝴蝶谷站，最高去到慶雲寺站。我哋嚟到蝴蝶谷，登上呢個水壩，近距離觀賞鼎湖。蝴蝶谷並非重點，我哋只係稍作停留。今日其中一個主要景點係飛水潭。我哋向前行300米，到達往飛水潭棧道嘅入口，係雙紅飛濺橋。橋身同埋佢嘅倒影構成咗美麗嘅幾何圖案。進入棧道，我哋行咗大概30分鐘，到達飛水潭。呢度嘅石壁上面寫住孫中山游泳處宋慶齡題。不過而家呢度係禁止游泳嘅。我哋又嚟到另一個景點寶鼎園。寶鼎園門口寫住今朝耕日月，來日慶春風，真係充滿朝氣。園裏面嘅樹木都掛上紅色嘅祝福語同埋心願語。呢啲心願語包括平安喜樂、幸福安康、高考必中、考到600分等等。嚟到一個水池，有一個10拋10全美嘅活動。話說1拋暴富，2拋暴美，3拋身體健康，4拋家庭幸福，5拋金榜題名，6拋招財進寶，7拋風生水起，8拋福氣臨門，9拋國泰民安，10拋世界和平。遊客係要拋銀仔嘅，可惜而家啲年青人冇銀用，於是呢度就有硬幣兌換服務，1蚊就兌換1蚊硬幣，用微信支付俾錢去換硬幣。嚟到寶鼎園，當然最重要係睇呢個肇慶九龍寶鼎。鼎湖山3個字，有鼎有湖有山，但係事實上一直係有湖有山而無鼎嘅。肇慶市政府終於喺1999年規劃為鼎湖山打造一個青銅鼎，嚟到去迎接21世紀。2000年呢個青銅寶鼎鑄造完成，呢個鼎高6.68米，重16噸，係世界上最大嘅青銅鼎。呢度有祈福活動，遊客可以向鼎內投擲寫有吉祥語嘅紅色許願球。我哋見到遊客喺度整理許願球。我哋雖然冇拋許願球，但係見到其他人拋得咁興奮，我哋都感到好開心。此外，寶鼎園行到盡頭係可以俯瞰鼎湖嘅。我哋只係玩咗鼎湖山部分景點，中午時分就離開啦。
因為下晝我哋要去七星岩。下午去到七星岩，發現佢亦都實施港澳長者優惠政策，我哋可以免費入場，十分高興啊！各位香港嘅老友記，你哋如果有時間，趁住呢項優惠政策，不妨嚟肇慶遊覽啦！多謝各位觀賞，請點讚、訂閱同轉發啦！